上海徐家匯天主教堂。正式名稱為聖依納爵主教座堂，是上海最大的天主教堂，也是中國第一座完全按西方建築風格建造的教堂。始建於清光緒22年（1896年），一座典型的哥德式建築教堂。正面有兩座對稱的鐘樓，尖塔高達約57米，由法國耶穌會設計，於1910年落成。展現濃厚的歐洲中世紀風格。內部的玫瑰窗與彩繪玻璃非常精美，曾被譽為遠東第一大教堂。1989年9月25日被公佈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。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築。於2013年被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星期二至6 9點至16點開放，免費參觀。周一及周日閉館。我覺得呢間教堂真係好值得來。壯觀宏偉。南京路步行街，位於黃埔區，
上海最著名的購物地標，每日熙來攘往，有幾繁華唔使多介紹。全長約1033公尺的街道，滿滿的百年歷史建築、經典老牌百貨、老字號美食。想過來買嘢、食嘢、湊熱鬧的，4點開始就差不多，行至傍晚到達外灘，可以欣賞黃浦江夜景。話說，今次係我哋短期內第2次來上海，主要為去下一站天津而安排的，順便填補上次未去又想去的地方。上次雨季來，連續幾日影咗個空虛。如果真係撞啱落雨天，個人推介行119二弄，比較特色的商場。以30年代老上海為主題的沉浸式復古街，位於世紀匯廣場地下2層。設有民國時期的石庫門，有軌電車及老式碼頭等場景，拍照打卡與品嚐地道的熱門景點。既是現代商場，可以遮風擋雨，又可一秒穿越到老上海。不經不覺行到外灘，上海外灘全長約1.5公里。以萬國建築博覽群聞名，隔住黃浦江與浦東陸家嘴的摩天大樓對望，展現了上海近代史與現代繁華的強烈對比。湊完熱鬧，夠鐘已預訂7點去食期待已久的旋轉自助餐。可惜希望大，失望更大。遇着當晚小朋友多，周圍跑叫，完全感受唔到浪漫高級氛圍。856人民幣2位，7點到9點，齋為睇個景，似比智商稅多。同一個塔位於塔底地面層，
以可口可樂為主題的餐廳，反而有驚喜。唔單止集多國菜式，味道多元化，地方寬敞，而且設有兒童遊戲區及可口可樂互動裝置，足夠空間取食物與小朋友遊玩。596人民幣兩位，5點到9點。費用同樣包括可參觀263米主觀光層、259米全透明懸空觀光廊、78米更上海環動多媒體秀，以及上海城市歷史發展陳列館。無論食物質素、氣氛、環境、招呼、整體設計元素，贏9條街。一餐頸部出血的預祝生日飯後，回復心情，先去塔頂遊覽。再去透明觀光廊。結合視覺與沉浸式體驗的5D 環幕表演，路徑唔啱睇的可以電梯直落。有時間可以去埋上海城市歷史發展陳列館，呈現上海開埠後的變遷。6至7個主題展區，好多歷史模型縮細版。今晚心有少少累，容許我早點歸去，休養生息，明天繼續吧。
多謝大家收看，下集見。